枇杷是工研过后体现有好杂嘅水果，产季是2到5月的。古时有人讲水果王，也算水果头。嗰多年路地枇杷嘅产量少，咪係台灣加入 WTO 過後，受到衝擊全世界一項水果，同時搶適合中亞體中部同東部嘅愛山呢，也算產排地。唔過可能唔知，也到枇杷產地等等路體客家種哦。某種程度來講，枇杷也係蠻有客家特色嘅農特產。我哋許多主要嘅枇杷產區，嚟看那是農民用嚟種枇杷，用嚟看枇杷產業。当作时间，台北上班族出门食煮，顺便的吃食将对身体送来奇奇的枇杷。这是哪里来的？台中太平。来，小姐看买多少？160一斤。太平东出现的杭州枇杷，也今年打出台湾枇杷年香，名声进来进台。在3月到4月，我们称它为太平的枇杷季。我们有办一系列活动，当然是说我们除了在本地产地有办那个产销活动以外，我们还北上到板桥区。喺讲对种植面积同产量来看，还係新沙枇杷青多。不过太平枇杷山體適種，做青種同頭班行，也係一隻當場嘅山落體行，品質穩定。河边坑的海拔，我们是山坡地啦哈，它的海拔差不多800公尺啊，早晚的温差很大。其实种这种枇杷，它是属于温带的水果，它必须要早晚的温差大，它会特别好吃。全国生产枇杷的蔬菜无叫位啦哈，尤其喺台中市所生产的枇杷草占全国的70%以上的啦哈。啊，台中市就以沿的新社区、太平。個太康呢3位為主。台灣的枇杷產區主要係同苗栗、台中、南投、台東、宜蘭一條位所，一條產區有隻特點，每頭愛山呢做平頭地、山排地，新沙頭區、二區，其實老太平的頭班行產區，主頭兩隔壁，不過山行較高，溫差行較大。那枇杷就分平地變山區的，山區都係頭區變二區的枇杷，平區的差不多台灣的水井啦、台南梨啦、永源梨啦等等，總共就差不多300公頃的枇杷啦，啊，尤其係山區的枇杷品質非常的好，因為佢海拔差不多800公尺到1000公尺，因為日夜溫差真大。高山同海拔較低，啊，佢品質就較硬。啊，山上可拍較高，受到日夜溫差當然較硬。啊，個硬就是人家就種啊落幾倍啊，使用幾倍，嘛有種，啊，將無加吸收，比較吸收係較有風味，較特色生物個正。頭塊枇杷嘅特色係佢肉較幼較軟。皮較薄較白，唔話能硬地，因為佢係氣候嘅關係，啊，所以講，你係一個優勢啦，按個咪一個缺點，一個缺點，因為佢靠實，按個佢產量無大，啊，佢攞杯平地嘅枇杷係佢雖然較無實，按個佢嘅產量較大。一大筆枇杷園單單做頭開拍1000公尺邊呢，頭區山行人無多，後生人行較少。39歲陳家珍，佢喺少數種的故鄉，接下午開枇杷園洗頭。我以前同老闆上班啊，同老闆的房人上班做個醫療器材，因為同老闆迄款一參轉來退休了，發覺知道講你屋卡做唔起，啊我爸爸媽參較老咧，所以就攞來退休啊到了，佢嘛會話10年、15年咧。
对身体分布来看，枇杷係當有客家特色嘅果子，尤其喺度苗栗、台中南投，差唔多有客家莊頭嘅山區，也係矮山呢，就有種枇杷。因為丘陵地它有一個坡度，排水會較好，主要中海拔的地方呢，早晚會有霧氣，水分會夠，到天氣好的時候，到中午的時候，水分又會蒸發，所以它在整個生長環境會很好。唔像我越南鋪台座太平，以土地係夾埋啲，嗰啲當嘢，北鋪嘅枇杷。都選咗頭盤以下種得，頭盤以上種唔得。苗栗台灣嘅枇杷園主要種喺明豐村，從日本書嘅就開始種，生沒落一段時間，最近幾年又種轉來嘅。當地老宅認為苗栗係台灣枇杷千種嘅年頭。要種咗個工作保證㗎嚇，種起都種咗黐牆地咧，跟加上咧睇下。盲本嘛，那得枇杷園本多萬年都唔止啦，家下我到6、7歲年啦，5、6歲家按照生意唔止嘛，仲話有枇杷好食啦。當然，太平同先生未必認同一種講法。太平的枇杷是從日據時代就已經引進了，所以我們太平的枇杷應該是說全省枇杷的原鄉地啦，原鄉產地。台灣也有隻枇杷產銷班，種植面積5公頃，對佢來講，也先前進枇杷產業營業秘密嘅主題。從開發、大致、包裝也得，包套袋也得，人工相當的多啊！所以在成本日過剩的時候呢，成本非常的高，所以在市場賣價一天就要較高的這樣拉成本，在按個經濟嘅促進下呢，所以做冇工錢啊，所以就慢慢的就沒落去。但是也最近幾年嚟，我們一直都會轉型，而啲農民也當用心。搬出苗栗去嘅，注意做表務嘛，做表務轉來，民國90年，60歲啊，冇人搶係嘛，就轉來經營枇杷，一頭冇有嘅，經營枇杷嘅，我當經營多轉來入枇杷園10年。種枇杷當無限，我注意社會所行較多，比如講蔬果，我你見聽那度誒，要留那幾點咯，農民沒有佢貼配嘅智慧。要掉下它，要上掉下山，要麼要到平橋，還要買平橋去了它，都平橋它。做得較快。就較快，還要買隻龜扒熬好了，隻龜扒就安排掉按炒。枇杷花期長係分批開花，開花率同大致率主動高。一般來講，枇杷太快嘅開花失敗，農民則會對樹嘅顏色去斷樹嘅長度。因為大部分我們看是看那個袋子啊，像這種的哈，黃色的，這種的就還沒做很熟，這兩顆還可以的。這兩顆也可以熟了。到枇杷產業黃金時期，南投國商鄉青島是佔全台灣產量嘅70%。到檳榔係台灣6幾年代，同時咩國商枇杷當降沒落嘅年代，也產期搶春冇200公頃，幾近數本新沙太平。它1個月要拔那個葉子，有沒有那個新長出來那個葉子啊？新芽那個都要拔掉，所以說沒有那個工人那麼多啊，還要拉枝啊，那個都要拉枝拉下來，不然的話會一直長上去啊，都要拉枝拉下來，所以呢，這一枇杷它是很費工，很費時啊，所以很多人都不要啊。今天種嘅2個人嘅枇杷係國商青島嘅，今年搶落台最用嘅18萬隻，佢種嘅40人嘅枇杷，
看透的几箱枇杷产业耗费讲紧，和骨头了后装同茶时节，细型的枇杷农单单就经营唔下去，想在郑州种配好东西。中南公路这条路哈，是车子实在很多啦。每天哈从那边做生意哈，实在很好做。现在改那个6号上去哈，现在下面都没有人了。所以说，一些枇杷农啊，本来是有种比较少的人哈，都会拿来下面卖。那现在都没有啦，现在都要靠自己都要寄去台北啦，或者是人家来交给人家去卖这样子。不过这2年枇杷驾驶问题，又有一多人转来种枇杷。头发我种菜瓜，菜瓜老伊愈磨愈好啦。愈磨愈好，像改变来种个枇杷的果子啊，它唔做金饭，菜瓜要金饭啦，年年标第一班，金饭都没种来种过去来种，像那种枇杷好啦，时间较长。以前是槟榔，种槟榔都价格很好啊，现在价格很跌了所以说他们有的时候有的农夫说那干脆槟榔不要了，改种枇杷下去。现在槟榔树底下很多小棵的枇杷在种上来，所以以后国姓乡枇杷会很多。我头摆个是30年前有种枇杷，种枇杷结果呢冇共和國，冇法度啊，再種薔薔多鐵，再種枇杷。台湾的枇杷单单係苗木種，沒有農民改種行較大粒的突變種，按照怪樹枇杷，連葉的做較大。東西新下個拍模台都10多年前來突變到那個怪樹枇杷比安尼傳統的差唔多加入配安太粒有啲人想我要按堅心、按耐心去種就因為安尼傳統的農業從那個 WTO 以後慢慢式微所以講安尼錢較特殊的東西拄好就按尼品種。這個枇杷園係台灣極少數的枇杷觀光果園，其中怪樹枇杷目的係為咗本遊客行入去體驗那傳統枇杷無同樣口感。伊啲本水分較大，相對伊將食的時感覺像無一甜，但是其實到後擺後來落去的時，喲，有啲枇杷真甜喎，佢要回甘喎，也是個特色，但是相對佢比安尼傳統的毛木較懷久。面對枇杷產業未來，農民沒有得受力。所以我哋那大拿人家工作嘅人該世事見到見到，後生無人去接，更辛苦啦。尤其係枇杷嘅方面，我哋個產銷班很少有後生，攞不當到產銷班只有60-70歲嘅，你喺台灣農村應該動態問題。雖然農民講到動保數，不過到台灣加入 WTO 過後，大部分的果子就受到影響，像枇杷因為數量少，較唔會跌價，電到增加一道新果園。以前做得看到枇杷產業還係有好講緊。也都係下禮拜嘅客家新聞插紙，感謝大家嘅收看。推動關山丘站小沙區，還有希灣鎮嘅日本式鐵塔小沙，唔過邊啊嘅房20年嚟哦。最近地方開始有人講愛保留，希望其中師傅還有保留價值嘅丘小沙，使得整個利用。下禮拜向下嚟看，我哋再會。